Hello，金山湖附屬一中喺陽台就可以望到啦。呢個合金量唔使多講啦。中海4代住宅呢個人亦都係唔使多講。今日我哋睇係138平方，精裝4房雙套間，戶型南北通透，前後雙陽台，廚房簡潔而光猛，再配翻個冰箱、煤氣爐就可以用得啦。門口隔籬有間細房啊，做客房或者書房都可以啊。不過陽台嘅視野就一般般啦。依家見到嘅係發展商統一嘅基本裝修，風格都幾簡潔。後期自己佈置翻啲家具同軟裝，一樣可以營造到好溫馨嘅感覺。休息區呢邊係一共有3間房，依家行到嘅係主人套房，南向望遠景嘅。而對面咧係另外一間套房嚟嘅，而之前嘅陽光房發展商已經同你封好晒窗啦，採光各方面都唔錯嘅。係啦，同大家講聲，我哋喺下晝3點半左右拍嘅，全程用自然光，冇開過燈噶，所以你睇到嘅光感就係全間屋最原汁原味嘅感覺。如果你最近喺度揾緊金山湖附屬一中附近嘅單位，呢套真係好值得留意啊！單價15000唔夠啊，價錢差唔多係冇坯房嘅水平啊，性價比好突出啊！如果感興趣，可以評論區留言話我知啊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